喺體育呢個大舞台嘅敘事裏面，每一次運動員嘅相遇就好似命運精心編排嘅劇本咁，充滿咗未知同驚喜。而近日，樊振東同張本智和喺日本嘅一次影相，就好似一粒石仔咁投入咗平靜嘅湖面，激起咗層層漣漪，令好多球迷心裏面五味雜陳。呢個好似平常嘅碰面，背後其實隱藏咗好多故事同無奈，都令我哋唔得唔重新審視體育競技背後嘅殘酷同溫情。嗰日係一個好似平常但又注定唔平凡嘅日子。北京時間3月18號，有網友喺日本街頭影到樊振東同男明星李現一齊現身嘅畫面。呢個消息一傳出去，即刻喺球迷圈入面炸咗離開，大家紛紛猜測樊振東呢次去日本究竟係搞咩啊？畢竟喺大眾嘅印象入面，樊振東一直係嗰個喺賽場上拼搏廝殺、為國爭光嘅乒乓球健將。呢次現身日本真係好令人意外。好快，答案就浮出水面。原來樊振東呢次係受邀去日本睇 NBL 東京賽，仲有一個特殊嘅身份， NBL 中國歐冠軍榮耀大使。呢個身份唔單止係對佢喺體育領域卓越成就嘅認可，都令佢有機會走出乒乓球嘅賽場，參與到更廣泛嘅體育文化交流活動入面。而就喺3月19號，日本乒乓球運動員張本智和喺社交媒體晒出咗一張同樊振東喺 NBL 東京賽現場嘅影相，相入面佢哋兩個手捧 MLB 禮盒，臉上洋溢住開心嘅笑容。嗰個笑容就好似驅散咗賽場上曾經嘅硝煙同緊張。張本智和仲配文話：多謝樊振東代表 MLB 送俾我嘅禮物，我好高興再次見到你，都好開心睇到 Dodgers 同 Cubs 咁精彩嘅比賽。呢張影相即刻引發咗球迷嘅熱議，大家先至驚覺呢個竟然係樊振東同張本智和自去年巴黎奧運後嘅第一次相見，而且唔係喺熟悉嘅乒乓球賽場上，而係喺咁樣一個好似同乒乓球冇咩關聯嘅場合。咁樣嘅相遇既令人覺得意外，又帶住一絲心酸。時間翻返去去年嘅巴黎奧運，嗰係一場全球矚目嘅體育盛會，都係樊振東同張本智和命運交織嘅舞台。喺嗰場激烈嘅乒乓球對決入面，張本智和無疑俾咗樊振東好大嘅困擾。比賽一開始，張本智和就展現出咗強烈嘅求勝慾望同出色嘅競技狀態。佢每一次發球，每一次扣殺都充滿咗力量同技巧，令樊振東一度陷入咗被動。現場嘅氣氛緊張到好似要爆禁，觀眾嘅心都隨着比賽嘅進程起起落落。好多網友睇比賽嗰陣都話，如果張本智和唔係提前同樊振東相遇，以佢當時嘅狀態，好有可能攞到亞軍。不過競技體育嘅魅力就喺佢嘅不確定性。樊振東畢竟係一個經驗豐富、實力強勁嘅選手，喺好大嘅壓力之下，佢逐漸調整咗自己嘅狀態，憑住頑強嘅毅力同精湛嘅球技，最終逆轉戰勝咗張本智和。嗰一刻，全場都沸騰咗。樊振東用自己嘅實力捍衛咗榮譽，都贏到咗好多球迷嘅尊敬。但呢場比賽對於張本智和嚟講，無疑係一次沉重嘅打擊。不過體育精神嘅可貴之處就係，就算係對手，都可以喺賽場上互相尊重、互相學習。通過呢場同樊振東嘅激烈對決，張本智和心入面對於樊振東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喺去年嘅亞錦賽上，張本智和攞咗冠軍之後，做咗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嘅舉動，佢專門用咗樊振東喺巴黎奧運奪冠嘅慶祝動作。呢個動作唔單止係對樊振東嘅一種致敬，更係佢喺心入面對樊振東實力嘅一種認可。喺賽場上，佢哋係針鋒相對嘅對手，
但喺賽場下，佢哋又有着一種惺惺相惜嘅英雄情懷。不過，時光流轉，依家嘅樊振東就好似漸漸遠離咗國際乒乓球賽場。3月18號，中國冰協公佈嘅澳門世界盃名單入面，冇樊振東嘅名。呢個消息就好似晴天霹靂咁，令好多球迷都覺得好震驚同失落。樊振東嘅缺席唔單止代表佢會錯過一場重要嘅國際賽事，更令大家對佢未來嘅國際賽事參賽情況充滿咗擔憂。從依家嘅種種跡象嚟睇，佢參加之後嘅多哈世乒賽嘅可能性都唔大。長此以往落去，雖然樊振東冇正式宣布退役，但大概率都只係會參加國內嘅比賽。國際比賽好似會漸漸同佢冇緣，咁樣嘅局面真係令人覺得好心酸。樊振東呢位曾經喺賽場上叱咤風雲嘅乒乓球巨星，曾經為國家贏到咗好多榮譽。佢每一次揮拍，每一次奔跑，都承載住好多球迷嘅期望同夢想。而依家佢可能因為各種原因，逐漸淡出國際賽場，對於佢個人嚟講，無疑係一種好大嘅遺憾。對於廣大球迷嚟講，都係一種好難用言語去形容嘅傷痛。咁究竟係咩原因導致咗樊振東依家嘅局面呢？係身體嘅原因，定係個人嘅選擇，又定係其他唔可抗拒嘅因素？呢啲問題就好似迷霧咁籠罩喺球迷嘅心入面。從身體方面嚟睇，乒乓球運動係一項對體力同精力要求好高嘅運動。樊振東多年嚟喺賽場上拼搏，身體難免會受到一定嘅損傷。可能係為咗保護自己嘅身體，為咗能夠更長久咁延續自己嘅運動生涯，佢選擇減少參加國際賽事嘅頻率。畢竟，只有擁有健康嘅身體，先至可以喺未來嘅日子入面繼續為乒乓球事業貢獻自己嘅力量。從個人選擇嘅角度嚟睇，樊振東或者都有住自己嘅考量同規劃。可能佢希望喺職業生涯呢個階段，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去陪伴家人同朋友，去彌補多年嚟因為比賽而錯過嘅生活。又或者佢想嘗試一啲新嘅領域，挑戰自己，實現人生嘅多元化發展。當然，都有可能係其他唔可抗拒嘅因素喺影響住佢嘅決定，比如團隊嘅安排、賽事嘅衝突等等。無論係咩原因，樊振東嘅缺席都令我哋覺得好惋惜。隨着樊振東逐漸淡出國際賽場，中國男乒嘅未來都面臨住新嘅挑戰同機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喺體育嘅世界入面，新老交替係唔可避免嘅規律。樊振東嘅缺席，或者會俾中國男乒嘅年輕選手哋提供更多嘅機會同空間。近年內，中國乒乓球青訓體系不斷完善，培養咗一大批優秀嘅年輕運動員。佢哋喺國內賽事入面嶄露頭角，展現出咗強大嘅實力同潛力。不過，由於缺乏國際大賽嘅經驗，佢哋面對世界頂尖選手嗰陣，往往仲顯得有啲自戀。樊振東嘅淡出，無疑為呢啲年輕選手哋提供咗一個成長嘅契機。佢哋將會有更多嘅機會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賽事，同世界各國嘅優秀選手同場競技。喺呢個過程入面，佢哋可以積累寶貴嘅經驗，提升自己嘅技術同心理素質，逐漸成長為中國男乒嘅中堅力量。但同時，我哋都應該清醒咁認識到，年輕選手哋嘅成長並非一帆風順。國際乒乓球賽場嘅競爭異常激烈，各國選手都喺不斷努力提高自己嘅水平。中國男乒嘅年輕選手哋要想喺國際賽場上攞到好成績，仲需要付出更多嘅努力同汗水。佢哋需要不斷咁打磨自己嘅技術，提高自己嘅戰術素養。面對唔同風格嘅對手嗰陣，要能夠靈活應對，制定出合理嘅戰術。
同時，佢哋仲需要培養強大嘅心理素質，喺比賽入面保持冷靜同自信，唔好俾外界因素影響到。樊振東同張本智和喺日本嘅呢次影相，以及樊振東未來可能淡出國際賽場嘅局面，引發咗大家對體育精神嘅傳承與變革嘅深刻思考。從傳承嘅角度嚟睇，體育精神係一種跨越國界、跨越種族嘅力量，佢代表住拼搏、進取、團結、友愛等美好嘅品質。樊振東同張本智和喺賽場上嘅競爭，以及賽場下嘅互相尊重同致敬，正係體育精神嘅生動體現。呢種精神應該喺一代又一代嘅運動員入面傳承下去，激勵住更多人參與到體育事業入面嚟。不過，隨着時代嘅發展同社會嘅進步，體育事業都喺不斷咁發生住變革。依家嘅體育唔單止係一項競技活動，更係一種文化、一種產業。運動員哋嘅職業發展都唔再局限喺賽場上嘅成績，佢哋仲需要考慮自己嘅商業價值、個人形象等多方面嘅因素。喺呢種情況之下，運動員哋係咪仲應該堅守傳統嘅體育精神？係咪應該喺追求個人發展嘅同時，兼顧國家同團隊嘅利益？呢啲問題成咗大家爭議嘅焦點。有人覺得運動員哋應該始終將國家同團隊嘅利益擺喺首位，為咗國家嘅榮譽去拼搏奮鬥，就算面對住各種誘惑同困難，都唔好輕易放棄自己嘅責任同使命。而另啲人就覺得運動員哋都係普通人，佢哋有自己嘅夢想同追求，喺唔影響國家同團隊利益嘅前提下，佢哋應該有權選擇自己嘅發展道路，追求個人嘅幸福同成功。呢種爭議冇絕對嘅對錯之分，佢反映咗大家對體育精神嘅唔同理解同價值觀嘅差異。但無論點樣，我哋都希望體育精神可以喺傳承中不斷創新，喺變革中不斷發展，令體育唔單止係一種競技，更係一種可以凝聚人心、傳遞正能量嘅力量。心酸，樊振東同張本喺日本影相，巴黎奧運後首次見面唔係喺賽場。呢個畫面既令我哋感受到咗體育嘅溫情同無奈，都令我哋對中國男乒嘅未來充滿咗期待同擔憂。喺呢個充滿變革同挑戰嘅時代，我哋期待中國男乒嘅年輕選手哋可以傳承同發揚體育精神，喺國際賽場上再創佳績。同時，都希望樊振東可以喺自己嘅人生道路上面揾到自己嘅幸福同滿足。而關於體育精神嘅傳承與變革嘅爭議，都會繼續伴隨着體育事業嘅發展，成為我哋不斷思考同探索嘅話題。